各位，本港今日係多雲有零散嘅驟雨，雨勢有時頗大，同有雷暴。廣東南區下晝錄得超過20毫米嘅雨量。天文台錄得嘅氣溫係介乎最低嘅26.8度，對最高嘅19.6度，相對濕度喺82%到94%之間，吹和緩嘅南至西南風。現時嘅氣溫係27度，相對濕度係88%。另外，尋晚午夜到現時為止，天文台錄得17.4毫米嘅雨量紀錄。一齊聽天氣先生預測。預測係多雲有零散嘅驟雨，雨勢有時頗大，同有幾陣狂風雷暴。氣溫會介乎27到30度，吹和緩嘅南至西南風。而展望星期三係仍然有驟雨嘅。跟住睇下空氣質素。環保署預測聽日各區嘅空氣污染指數係介乎45到50，空氣質素係屬於良好。再睇下天氣圖，位於南海北部嘅一道低壓槽正為華南沿岸帶嚟不穩定嘅天氣。跟住睇下世界各大城市嘅天氣概況。今日天氣報告完啦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